今日咧，我哋會開咧美國嘅資訊科技工業嘅呢一課嘅，咁我哋會分開幾個 part 去到講啦。咁今日咧先講第一 part 先。咁樣咧咩叫資訊科技工業咧？咁其實咧通常我哋都係講緊呢一啲高科技嘅工業㗎啦。咁樣咧有兩個範疇嘅，第一個範疇咧通常都係一啲可能電腦啊、電子零件，甚至乎通訊儀器㗎。第二個範疇咧通常就係一啲網絡啦，又或者係電腦嘅軟件咁樣嘅。即係講緊咧，其實咧電子有兩個範疇，一個咧就係一啲實物嘅東西啦，而另外一樣嘢咧就係一啲網上面虛擬少少嘅東西嚟嘅。OK， 網絡上面嘅一啲東西嚟嘅。咁然而啦，我哋咧通常咧就話呢一類型嘅第三產業 ，OK， 第四產業咧，佢呢啲咁嘅第四產業啦，就係咧屬於啲乜嘢咧？我哋就會講佢係屬於咧呢一個嘅資本、科技同研發密集嘅一啲工業嚟嘅。咁你要記得住呢一個 terms 啦，因為其實咧都幾緊要啦。咁呢一個 terms 咧，其實佢話咗俾你聽三樣嘢㗎。第一樣嘢咧就係資本，簡單啲嚟講咧，我哋真係話要高成本嘅做呢一樣嘢。OK， 第二樣嘢就係科技，你一定咧要有相關嘅一啲技術啦，去到做㗎。如果唔係咧，你冇咧相關嘅一啲技術咧，去到做嘅話，其實咧你係會好難啊，或者科技啦，其實你會好難咧可以做得到咧成個嘅製品出嚟啦。咁然之後就係研發啦，研發咧就係講緊啲乜嘢咧？即係講緊啦，你一嚿機器 OK， 或者一個產品啊，你咧係會分咗做四個階段㗎 OK， 第一階段啦、二階啦、三階同埋四階㗎 OK， 咁樣咧同你平時咧玩遊戲嗰啲升 grade 係一樣嘅啫。咁點樣升 grade 又會降 grade 嘅咧 OK， 好特別嘅，等陣間會話翻俾你聽咧一條嘅線啦。咁呢條嘅線咧就叫做壽命週期 OK， 壽命週期。咁樣咧我哋等陣間會話翻俾你聽呢四個階段到底分別叫咩名同埋佢嘅作用係啲乜嘢？咁然之後啦，我哋咧通常咧就會講緊咧，我哋其實成個嘅資訊科技工業咧，就係講緊一啲資本密集啦、科技密集啦，甚至乎係研究發展密集嘅工業。而且呢啲嘢咧唔係淨係喺本地生產，亦都喺本地出售嘅。佢可能咧會出現咗一啲之後我哋會講就係外判啦、跨國嘅一個模式去生產，又或者多邊區位模式生產嘅。咁原因就係因為佢要去到全球市場出售啦，而且咧係因為你本地唔夠銷售量啦，又或者係其實唔會做到一個好龐大嘅利潤出嚟，所以咧先至要去到外國咧就係做咗一個補足嘅作用啦。咁補足啲乜嘢咧？就係補足咗咧我哋話研究發展製品要嘅一啲投資嘅資金啊。OK， 因為你投資俾你呢一個嘅產品，咁你一定要還㗎嘛。咁還咧就係其實咧就係我哋成日都話上市嘅公司啦。OK， 上市嘅公司，咁即係所謂嘅有限公司咁樣啦。OK， 咁樣咧呢一啲咧就係我哋所講嘅一啲可能上咗市嘅公司啦。即係咧其實都係用翻一啲股份啊，去到做翻一啲嘅我哋話俾翻一啲客啊，甚至乎係一啲即係會俾翻一啲實質嘅利潤啦，俾翻啲投資者咁樣嘅。咁然之後啦，啱啱先咧就講到壽命週期啦。咁咩叫壽命週期咧？壽命週期咧其實就分四個階段嘅。咁請你咧就要幫我記咗四個 terms 去啦。第一咧就係開發期，第二就係引進同增長，第三就係成熟期，去到最後尾就係衰退期。點解要你記住呢四個 terms 咧？好簡單嘅啫，因為咧其實開發期真係講緊咧我哋啱啱先所講嘅研究同埋發展嘅工作。OK， 咁第二啦就係引進同埋增長期啦。咩叫引進同增長期咧？引進嘅意思咧，即係講緊咧，我哋要將呢一樣嘅製品咧就賣去市場。OK， 賣去市場啦。咁而另外一樣嘢啦，就係咧，我哋話喂要開始啦，就係要咧要宣傳啦。OK， 要開售噶啦。OK， 要開售噶啦，即係 Apple 你要買 iPhone 17出去嘅話，咁其實你一定會有發佈會噶嘛。咁就喺呢一個環節嗰度咧，就係進行嘅，就係引進同埋增長期啦。咁然之後去到成熟期啦，即係講緊咧，我哋會之後去學一個 terms 啦，就叫做標準化。
生產工序。OK， 嗱，咁話明標準化啦。咩叫標準化？標準化即係一式一樣嘅倒模嘅。即係咩叫倒模咧？可能你都唔知啦。即係講緊你有冇食過雪條咧？唔知你 OK， 應該有食過雪條啦。個雪條應該係咁樣噶嘛，係咪先？雪條個模型應該係咁樣噶嘛。咁跟住咧，倒模咁一定要一式一樣啦，係咪先？咁我梗係 copy and paste 啦。OK， 咁 copy and paste 貼翻落去嘅時候啦，OK， 咁你就會發現咗個模係一模一樣嘅喎，係咪先？咁個模一模一樣嘅時候，咁我可能當3個咁樣啦。OK， 一次過整埋3個一模一樣嘅嘢。不過今次唔係雪條啦，今次係電話啊、電腦啊呢啲咁嘅製品啦。咁所以咧，去到成熟期嘅時候咧，就會做呢個標準化生產工序噶啦。OK， 咁所以咧，我哋就會話喂，其實可能咧會有一啲同類型嘅產品。OK， 但係咧，我哋新出嘅產品要打敗對方嘅產品。OK， 呢一個咧就係成熟期要做到嘅嘢啦。去到衰退期啦，都係會有倒模式嘅製作，不過會開始減產。OK， 減產。咩叫減產咧？即係講緊，喂，你 iPhone 咁都係一個好例子啦。喺成課入邊，你開3.4本書，你一睇就睇到 iPhone 嘅呢個例子噶啦。咁就係，喂，可能你仲係用緊 iPhone 10嘅，咁佢可能咧會16啦，咁可能咧佢會繼續出啦。咁但係當17出咗嘅時候咧，17嘅成熟期咧就會嚟啦。OK， 同埋引進期就會嚟啦。咁樣咧喺呢個時候咧，16咧就開始到咗衰退期啦，可能去到16嘅 17嘅 Plus 出咗嘅時候咧，咁16咧就正式冇咗啦。OK， 就正式冇咗啦，就真係已經衰退完畢啦。OK， 條線就已經冇咗啦。咁所以咧喺呢一個情況底下咧，其實你要知道有一啲嘅電話係俾人淘汰咗噶啦。OK， 即係已經係過埋衰退期，去到直頭係沒落添噶啦。OK， 咁所以咧成部嘅電話咧，你話點解我哋會話嗰個嘅壽命週期短咧？原來因為咧每一部電話都係嘅，5至7年咧就唔係個 mon 壞啦，就可能入邊條電入邊個電池唔掂啦，又或者係其他嘢唔得咁樣啦。所以咧，我哋就會話成件嘅產品，即係電子產品咧，其實佢嘅壽命週期好短嘅啫。OK， 好短嘅啫。咁你就要小數化長計啦，即係講緊啲乜嘢咧？究竟呢一個嘅金額 OK 唔寫零啦。OK， 對啦。OK， 呢一個嘅金額到底可唔可以補足翻我哋每一日 OK 每日嘅所需咧？呢個咧係額外話翻俾你聽嘅啫，純粹。咁所以咧，我哋就會講緊喂，原來啦一個嘅產品佢壽命週期短啦，而我哋點樣回本咧？就係靠咧壽命週期短啦，而佢售賣嘅金額去到做一個嘅回本嘅作用啦。咁之後咧就會講翻俾你聽啦。咁點解 iPhone 會咁出名咧？原來咧成日都話喂，Make in 邊一度咧先係佢嘅優勝之處。OK， 先係佢嘅優勝之處。OK， 好，咁跟住我哋望一望呢個位置先。咁就係咧資訊科技工業嘅生產階段啦。咁其實咧呢個我哋啱啱先都有講過少少噶啦。咁其實咧你要記住一樣嘢啦，開發期咧就係講緊咧我哋要請一啲科學家啦、工程師呢啲咁嘅專業嘅人才，幫我寫翻低專業嘅。OK， 呢啲係一啲專業嘅人才，等陣間會話俾你聽點解專業人才咁緊要。第二樣嘢就係會推出市場啦，咁呢個好明顯就係一啲引進啊等等嘅期數啦。OK， 咁然之後啦，我哋咧去到第3方面嘅，咁就係開始成熟啦。咁通常個利潤都會較高嘅。OK， 利潤高嘅，市場需求大嘅，所以賣出去咧先至高價嘅。OK， 咁所以咧，我哋咧去到第4啦，就係去到咧最後尾嘅衰退期啦。咁樣衰退期咧就係話有新產品會取代舊產品啦。OK， 即係等同於16咧就俾17取代咁樣嘅意思嘅啫。咁樣咧舊產品咧就會慢慢咁樣咧就減產啦。OK， 減產原因因為銷量下降啊。咁最後尾就會喺市場上面消失㗎啦。OK， 咁所以咧呢一個咧就係我哋所講嘅壽命週期短啦。OK， 淨係得幾年嘅啫，5至7年啦。OK， 好快就過時啦。好，咁我哋望一望下面先。咁點解要咁強調啦？多邊區位生產模式同埋跨國生產咧？因為原來咧，我哋有分2個嘅部分嘅喎。多邊區位生產即係講緊乜嘢咧？你要回想翻個定義啦，即係一個嘅製造業入邊。OK， 製造業
呢個係一個製造業嘅 system， 佢嘅系統 OK 製造業啦。嗱咁樣咧，佢會有一個嘅總部噶嘛，你仲記得嘅話 OK， 咁然之後咧有一個生產嘅廠房啊嘛。OK， 嗱咁有分呢兩方面啦。咁咧 A 呢個位置咧總部咧通常就係做一啲行政啦 admin 少少嘅嘢啦。B 呢個位置咧就係你啱啱先學過嘅嗰一個 terms 啦，就係標準化生產工序啦 ，OK 嘅一個位置，咁所以咧務必請你要記得 ，OK 要記得呢兩個 terms，OK 就係總部同埋生產廠房。但係咧今次有少少變化啦，將呢個總部幫我記長少少個名，叫佢做研究發展中心 ，OK 研究發展中心就正係我哋啱啱先所講嘅生產階段嘅開發期同埋引進增長期。簡單啲嚟講，即係咩意思咧？即係講緊咧，我哋咧就要喺一啲好密集啦等等一啲專業人才嘅地方咧，就進行研究發展嘅引進都係啦。其實好簡單啫，你要記嘅話咧，開發同埋引進增長期點樣分咧？好簡單，開發期咧就係我哋有一啲嘅機密嘅，即係你咧16出緊嘅時候，推出咗嘅時候，去到成熟期嘅時候啦 ，OK 先算啦。跟住咧17咧，你都知準備要開始㗎啦，開售㗎啦。咁但係問題啲乜嘢咧？未有發佈會，乜都未有嘅時候，我哋嘅功能咧，我哋係唔知道㗎。OK， 我哋唔知道佢有咩功能㗎。但係咧，去到引進啦同埋增長期嘅時候咧 ，iPhone 咧、Apple 咧係會有發佈會㗎。OK， 係會有發佈會㗎，而呢啲咁嘅發佈會咧，其實就係我哋所講嘅宣傳啦。咁所以就係引進嘅個 part 啦，去到增長嘅個 part 咧 ，OK， 增長嘅個 part 即係講緊啲乜嘢？增長嘅嗰一 part 咧，即係講緊咧，我哋要開始啦，要滲啲出去啦，即係可能咧俾啲樣本人哋啦 ，OK， 俾啲樣本人哋，俾啲 sample 人哋啦，甚至乎咧係開始咧係要俾咧一啲客戶咧係去到有用途噶啦，例如就係創業投資者 ，OK， 俾佢咧去到試用一下部機噶啦 ，OK， 咁呢個就係增長期同埋引進期啦，同埋開發期就喺研究發展中心嘅，咁而去到成熟期啦同埋衰退期咧就唔使多講啦，總之用幾個字去到描述佢就得噶啦，就係研究化sorry， 就係呢個標準化生產工序啦，得唔得？好，咁然之後再落啦，集聚成群其實講過好幾次㗎啦，咁呢度唔使多講啦，只不過咧講嘅位置就係要同佢對等嘅啫，就係將生產廠房同埋呢個嘅研究發展中心佢嘅集聚成群嘅好處有啲分別嘅。咁研究發展中心成日都會問㗎啦，咁就係話如果我 A 公司黐 B 公司黐 C 公司有咩好處咧 ？OK， 原來咧呢一個系統即係咁樣夾埋咗一齊，我哋話叫佢做集聚成群啊嘛 ，OK， 或者叫工業群啦 ，OK， 工業群啦。咁呢一啲嘅工業群有咩好處咧？原來啦，佢哋三者咧係會有一個嘅乜嘢關係咧？係會有一個嘅創新關係㗎，因為你知道啦，話明玩科技嘢啦，係咪先？即係又有 AI 啊，又有成咁樣啦。咁如果係 A 公司係玩開 AI 嘅，B 公司做開手機嘅 ，OK 電話嘅，咁跟住 C 公司咧就係整開電腦嘅 ，OK 咁三者合併嘅時候咧 ，AI 可以融入佢哋兩個啦，而電腦嘅同埋手機技術可以自己再融合一下啦，咁形成咗一個三角關係啦 ，OK 三角關係啦。咁然之後咧，呢啲就係一啲創新創意嘅發明啦。咁有助啲乜嘢咧？咁佢哋之間咧其實都係有業務聯繫嘅，即係佢哋會互相打通咁樣啦。然之後咧有陣時咯，呢一個區域咧，我哋成日叫佢咧就係下面呢個位置啊。我哋咧會叫佢做矽谷嘅，請你要記實呢一個位置，呢一個位置圈住緊嘅呢個位置。美國矽谷成日都考 ，OK 每年都考咁滯噶啦，即係唔係每年嘅，即係大多數年份都會考啦。咁但係咧有一次咧，我唔記得咗係
23定24年啦，佢有一次咧係考咗去另外一邊嘅，OK 係另外一邊嘅。總之都係成個嘅即係資訊科技工業嘅工業群嘅。咁但係唔喺矽谷嘅嗰個位啦。我冇記錯嘅話，好似喺呢一邊嘅，應該係呢一邊嘅，係啦，好似係波士頓，冇錯係波士頓呢個位置，係啦。咁啊應該咧就係呢一個嘅群體入邊嘅。咁所以咧佢會唔同嘅，不過其實嗰個答題方向咧都係一樣嘅啫。如果唔記得咗啲答題嘅話咧，可以睇翻另外一條片。咁然之後啦，除咗創意啦，有業務聯繫之外啦，咁其實咧，我哋話共用設施好緊要嘅，因為成個嘅地區入邊咧，佢入邊一定會有啲基礎設施嘅。OK， 咩叫基礎設施咧？即係最平常嘅水電煤啦。OK， 係啦，水啦、電啦、煤等等啦，係啦，我唔寫啦。OK， 啦。OK， 嗱咁啊，水電煤呢就緊㗎啦。咁跟住一定會有一啲港口啊、運輸嘅措施啦、運輸嘅一啲基礎嘅設施啦。OK， 咁然之後可能啦會有啲 7-Eleven 咁樣啦。OK， 唔知嘅。OK， 唔知嘅。總之好多嘢都會有嘅。咁呢啲都係一啲基礎設施或者其他設施啦。咁另外啦就係有一個獨特嘅創意文化同埋營商環境啊。因為你望得到啦，喂，其實 A 公司 AI 喎，咁一定係電子嘅東西啦。B 公司又係一樣，C 公司又係一樣嘅時候，又係電子嘅嘢咧。咁其實咧係好容易吸引啲人才入嚟做嘅。就算啦 A 公司吸引到一個好高專才嘅人士，但係佢哋其實有業務聯繫嘅。咁所以 B 公司、C 公司其實都可以可能共享到呢個人才嘅。咁所以咧呢個人才咧就變咗可以即係3家茶飯一次過食晒咁樣啦。咁所以咧3間公司都會有得益。咁呢啲人才咧亦都會喺從中就會加入嘅。OK， 咁然之後啦就係一啲聲譽問題。A 公司 AI 公司好勁，跟住 B、C 公司咧整一啲電腦電話呢啲啦。佢話喂，我會用到呢一種嘅 AI 去到做一個嘅聊天嘅機械人，就係內置嘅手機內置嘅話咧，即係好似 Siri 咁樣先算啦。咁原來咧又會增加咗我自己嘅知名度，我嘅聲譽嘅喎。咁增加咗聲譽有咩用啊？就係吸引投資者。除咗吸引投資者之外咧，我哋咧仲話會吸引我哋嘅客戶嘅 ，OK， 客戶嘅，即係買你件製品嗰啲人啦。咁先會吸引咗投資者先啦，就會話俾投資者先聽啦。我哋會有呢一種嘅技術，咁令到投資者咧就俾錢你去到研發，因為好高資本噶嘛。如果你淨係靠你自己間公司，一定係唔會支持得到你去到做研究發展嘅。咁所以一定係會有贊助商嘅。咁贊助商咧，你贊助完你之後啦，你一定要話到俾佢聽一啲好啲嘅嘢噶嘛。咁所以咧，我哋就會講啊，原來 A 公司做 AI，佢係好出名嘅。咁然之後咧，就夾埋落我哋部手機或者電腦入邊啦。咁呢一個狀況嘅時候咧，就會令到啲股東啊 ，OK 或者投資者咧，就會更加想去到話俾你聽，即係投資俾你啦。因為一定係會有一個叫做高增值嘅作用。OK， 高增值即係咧佢個回報高嘅。OK， 高增值嘅作用，回報高啊。OK， 咁所以咧，你記住，資訊科技工業係一啲高增值嘅工業嚟嘅。OK， 咁但係啦，生產廠房有咩唔同咧？生產廠房都係有一啲運輸啊、基礎設施，減低運輸成本、生產成本。但係啦，通常生產廠房咧，佢最緊要嘅就係地段問題。點解咧？因為其實你讀過香港你都知啦，香港以前嘅一啲主要嘅生產區域咧，通常都係一啲新市鎮啊 ，OK， 或者工業村、工業區啊，跟住咧原本嘅就係可能係啲舊市區咁樣啦。所以呢啲咁嘅地段咧，其實都係需要吸引一啲勞工㗎。OK， 記住呢啲勞工咧，不是技術勞工。OK， 佢哋不是一啲技術勞工，亦都唔係一啲高科技人才。OK， 因為咧我唔需要呢啲咁高科技嘅倒模啫嘛。我叫你倒啲雪條入個模度好簡單，你都識啦 ，BB 仔都識嘅。OK， 倒啲水啊，倒啲糖水入去嘅啫嘛。但係啦，我要整個模出嚟，我要點樣整個模出嚟咧？或者入邊個模咧有啲咩設計，有啲咩花紋，點樣雕刻嘅話咧，其實一定係要一啲高科技專業嘅人才，你先識雕噶嘛，係咪先？咁所以咧，我哋成日都用呢個 example 去到同大家講，就係咧雪條個模
你原本就算你喺淘寶賣都好啦，我唔理你啦。咁但係你都要有人去設計入邊個雪條個模樣，OK？跟住你先至可以有得擺嗰個嘅即係一啲糖水啊、果汁啊、水啊入去咁樣噶嘛。如果唔係咧，你點樣啊？你擺喺個兜度就咁雪咗佢，咁咪一嚿冰咯，係咪先？你冇圖案冇成咁樣唔靚噶嘛嚿雪條，係咪先？咁所以咧，我哋就會講緊原來啦生產廠房同埋資訊科技嘅研究發展中心嘅分別喺邊度咧？就係一個係整個帽嘅，一個就係整支雪條出嚟。OK， 即係整件製品出嚟。咁所以兩個嘅分別咧，就係呢一個位置啦。好，咁對全球嘅作用有啲咩好處咧？就係簡單啲嚟講啦，其實一開頭都有講噶啦，就係吸引全球客戶賺更加多嘅利潤，去到咧補足翻龐大嘅投資。OK， 咁呢個一開頭都有講噶啦。咁呢個位置咧都係一樣啦，淨係要你記咗美國矽谷。同埋咧，暫時啦，佢出咗麻省嘅嗰個位置就係波士頓啦。咁可能咧之後佢會出其他地方㗎，有機會會出猶他州嘅一個直波啊等等嘅地方啦，直嶺啊等等都會出嘅，有機會。咁所以咧就小心啲啦。OK， 就每一個地方咧，即係本書有俾你嘅話咧，你都盡量咧可能。即係 Google search 下個地方側邊有啲乜嘢咁樣啦，係啦，咁睇一睇啦。咁雖然去到考試都會俾地圖你㗎啦，咁不過你如果你可以預先睇得到周圍有啲咩環境嘅話啦，又或者係一啲主要嘅環境嘅話咧，其實你都可以即係盡快去了解啦。咁其實下面咧我收埋咗一句嘢咧，其實都好重要嘅，就係啲乜嘢咧？就請你要留意啦。其實資訊科技工業嘅工業群嘅分佈咧係分散。OK， 係分散㗎，即係你會望得到㗎，成個嘅美國啦 ，OK， 成個嘅美國啦，呢度又有一忽，呢度又有一忽，嗰度又有一忽，跟住呢度有一忽，呢度有一忽，咁所以咧呢啲係分散啦 ，OK， 我哋會叫做。咁但係咧，另外一樣嘢啦，呢一啲嘢咧，通常咧都係鄰近大城市嘅，各位。OK， 因為佢哋係算係一啲市場導向嘅工業嚟㗎，咁所以佢哋係鄰近大城市啦，想獲取多啲人才啦，咁等陣間會講一講㗎。OK，咁所以啦，請你要記住，佢哋係鄰近大城市，但係咧有陣時咧分唔清楚嘅就係啲乜嘢咧？大城市入邊都會有分近郊啦，同埋有分城市市區噶嘛，係咪先？我哋 C4 都會有讀啦，係咪先？大城市入邊係會有分真正嘅市區地方啦，近郊地方噶，翻郊添，近郊地方。OK， 咁所以咧，我哋咧就要搞清楚到底市區同埋近郊嘅分別係咩嘢咯喎。OK， 近郊即係講緊咧，可能咧係一啲內城區啦，夾雜住商業區啦，中間可能會有啲嘢嘅東西咁樣啦，就會俾人夾住咗啦。咁呢啲就係一啲近郊嘅地方啦。咁有陣時咧，呢啲咁嘅近郊地方咧就會俾人咧就起咗啲乜嘢咧？就係起咗咧我哋所謂嘅研究發展中心。原因係啲乜嘢咧？望翻後面嘅呢個位置啦。咁點解會有研究發展中心咧？就會喺呢啲位置咧，因為啦，原來我哋要引用地圖證據嘅呢啲題目咧，我哋就要咁樣解答㗎。第一樣嘢或者 essay 都要啦。咁第一樣嘢啦，就係佢嘅特點啦。通常咧，我哋用翻加州矽谷嘅呢個位置去到形容一下先。咁其實第一樣嘢就係會有一啲嘅乜嘢咧？就係會有一啲嘅大學。OK， 我哋成日都講噶啦，就會唔會有啲著名嘅地標咧 ？OK， 喺個地圖度揾翻啲地標出嚟啦。OK， 就係某啲嘅咩大學啊等等嘅東西啦，呢啲咪地標咯。OK， 就係為咗就係點樣咧？就係吸引人才。OK， 吸引人才，你要記得呢一個係佢重點嘅位置，佢要吸引人才，所以要鄰近大學 ，OK， 或者一啲研究所啦 ，OK， 都係咧就係為咗吸引人才高嗱，記住呢啲人才叫高科技勞工啊。OK， 高科技勞工或者專業人士，因為咧 DSE 係考過不同嘅 terms 嘅。總之你要記住個 terms 咧係形容緊一啲好技術好高超啦，佢嘅知識好廣泛嘅人咧就 OK 噶啦。OK， 因為佢會有每一年都唔同嘅。突然間有一年就係話高技咁樣，我都唔知啊。突然間可能佢真係咁樣出嘅話，真係簡略到咁樣嘅話咧，咁你就要 get 到咯。OK， 你要 get 到佢咩意思咯。OK， 因為佢而家都話社經啦，有一條題目係咪先社經，跟住都即係殘咗唔同
限咗唔同嘅人啦。咩叫社經？其實真係講緊社會同埋經濟啦。OK， 社會同埋經濟啦。咁其實呢一條其實係啦，如果你嗰一題你冇去到溫嘅話，其實你係真係 get 唔到社經嘅意思係咩啦。OK， 咁所以社經即係講緊社會同經濟。由而家係簡略到咁樣嘅時候咧，咁你就要小心啲。佢突然間高科技人才嘅啫變高科咁樣咧，咁就真係玩完啦。OK， 你唔明嘅話，咁另外一樣嘢就係完善嘅運輸基礎設施啦。即係咩意思咧？即係講緊會唔會佢嘅可達度好高咧？望一望啦，呢啲咁嘅位置好多機場啦，跟住咧其實佢係鄰近個海噶嘛。就算佢冇港口嘅話咧，我建議就唔好寫啦。不過 OK， 因為佢冇真正話俾你聽港口嘅話咧，你就唔好寫啦。跟住咧就係會有一啲嘅路啦，道路 OK， 道路咁啊，呢啲係主要嘅道路啦。咁所以咧，完善嘅基礎設施，第一樣嘢就係獲取人才啦，第二樣嘢就係更加容易管理啦，一啲外國嘅東西，一啲外國嘅可能生產廠房啊嘅一啲地方嘅人啦，更加可以容易管理啦。咁所以鄰近機場啦嘅好處就係咁樣啦。咁鄰近交通啦，即係公路嗰啲咧，咁就係都係運輸啊、人才啊。不過咧，今次嘅人才咧就係從市中心嗰度攞翻啲人才。啱啱先我講過啦，近郊同市區嘅分別咧，其實只係一界之差嘅啫。咁所以咧，如果有條 A 道路咁樣咧，就係從近郊咧去到呢一個嘅市區嘅時候咧，呢一條咧就係我哋所講嘅主要道路啦。而呢一條嘅作用咧就係運輸人才啦。所以咧，其實都係可以吸引到相關嘅一啲高技術人才喺入邊嘅。咁然之後再落啦，就係環境宜人。點解環境會較宜人咧？因為成日都講噶啦，我哋無論初中啦，即係C1有講啦，即係咩鬼嘢善用城市空間啦，定係我哋去到高中嘅 C4啦，城市可持續發展都好咧，我哋都係永遠都係講緊近郊啦，都係有啲好處嘅。例如啦，佢係好寧靜啦 ，OK， 佢係好寧靜啦，跟住係好多嘅一啲植物啦。OK， 植物啦，咁然之後又係可能會對海嘅，即係對住個太平洋咁樣對海嘅。OK， 咁呢啲咪工作環境宜人咯。甚至乎啦，你會話佢嘅屋企嘅設計係點樣㗎？就係可能用一啲平房式，即係單棟屋咁樣啦。OK， 唔係高樓大廈啦，分散嘅設計現代化嘅。OK， 即係唔會成棟咁樣正方形咁樣俾你嘅，可能咧就係咁樣嘅間屋咧。奇離怪狀咁樣嘅 ，OK 咁樣嘅 ，OK 係啦，跟住呢個位係一個露台咁樣啦 ，OK 我唔知點樣設計啦，咁好現代化嘅 ，OK 咁所以咧廠房啊、實驗室好近呢啲咁嘅地方啦，即係好近佢哋嘅屋，可能實驗室就喺度咁樣啦，咁先算啦。咁所以咧就係講緊，喂原來咯佢哋之間嘅距離好近，而且呢一啲嘢咧係一啲現代化平房式啊分散嘅設計咁樣嘅，得唔得？好，咁再落啦，就係工作環境便利。工作環境便利好簡單嘅啫，即係講緊啱啱先距離好近咯 ，OK 距離好近咯。咁所以記住呢4個特點咧，其實你就答得到咧所有題目咁滯噶啦。咁但係有陣時咧，佢咧就會叫你咧夾埋區位因素去到講噶。咁呢一條片咧同大家講埋個區位因素咧就完咗啦。咁樣咧，我哋成日都講咧研究發展中心。我哋今日咧講咗研究發展中心嘅呢一部分先。研究發展中心其實獲取勞工好簡單，原因喺邊一度可以獲取咧？就喺大學獲取。所以咧，你就將呢一抽嘢就連上去咧。幫我連上嗱，我分開1、2、3、4。OK， 1、2、3同埋4啦。咁我就係填個數字，你自己抹翻低啦，呢個咧就係1嘅 ，OK 獲取勞工就係1嘅，就係講緊鄰近大學。咁2咧其實都係可以獲取勞工嘅，因為運輸啊嘛，我哋講緊環境宜人都係吸引勞工㗎，咁所以呢個係8答咁滯㗎啦。去到環境便利都係吸引勞工㗎啦，咁所以咧都係一樣獲取勞工嘅呢個勞工因素咧4個都可以寫落去㗎。第二樣嘢就係資本啦，資本咧我哋就會話一啲咧集聚成群啊呢啲咁嘅嘢咧就可以嘅，咁所以咧我哋所講獲取資本點樣去獲取資本？大學可唔可以獲取資本咧？大學唔可以獲取資本。運輸可唔可以獲取資本咧？可以，因為咧你同人哋交談啊，或者對客傾偈嘅時候咧，你會可以拗到啲生意啊嘛，咁咪可以攞到啲資本翻嚟咯。咁所以2係可行嘅。OK， 2係可行嘅。跟住啦，再對咯喎，環境宜人得唔得？唔得。
工作環境便利得唔得？唔得。咁所以咧呢一個獲取資本咧就係得二啫。OK， 跟住再繼續啦，政府政策可唔可以獲取資本咧？有機會係政府政策可唔可以對翻落大學度咧？係可以㗎，因為咧劃區嘅時候咧，有機會係政府去到劃區㗎，咁所以咧一係可以㗎，二可唔可以咧？二係完善嘅交通，亦都可以啦，因為一啲基礎設施嘅東西嚟㗎嘛。三可唔可以咧？工作環境宜人啦，呢啲咧可能就要即係主觀下嗰個嘅商鋪係點啦，所以三唔關事嘅。工作環境便利關唔關事咧？咁其實都可能關事嘅，因為咧就係講緊個城市規劃，咁所以四都係關事嘅。土地特性關唔關事咧？近郊地方啊嘛，話明成日都講近郊，間翻低個近郊呢兩個字先。好啦，咁會唔會係啱咧？到底近郊嘅呢個位置，咁我哋咧可以望一望啦。土地特性到底同呢個嘅大學有冇關係咧？又可能會有關係喎。咁啊，我哋咧填一俾佢啦，因為咧都好就近嘅話咧，咁個土地特性都啱嘅。咁而啦，環境宜人運輸基礎設施關唔關事咧？好似唔太關事。環境宜人關唔關事咧？環境宜人關事咧，因為綠色綠化帶咁多啦，係咪先？咁所以一定關事嘅。去到最後咩啦？工作環境便利都可能關啲事，不過咧盡量就唔好寫呢個啦。OK， 咁啊寫一或者三啦。咁其實一你都可以唔寫都得嘅，你直接寫三都係可以嘅。咁所以你 mark 翻低個三字喺度。科技同發明咧，好似同大學啦，同埋咧一啲嘅環境宜人冇乜關係啦，亦都同工作環境便利冇乜關係。咁所以咧，可能就喺一啲嘅運輸啦、基礎設施底下啦。OK， 一啲科技嘅發明，所以第二啦。再跟住啦，我哋咧除咗二之外咧，咁其實一都係嘅，因為咧鄰近大學啊、研究所咧就係可以獲取一啲新少少嘅發明啦。咁其實都係掕翻落去勞工嗰度都 OK 嘅。咁然之後再落啦，就係咧鄰近市場同埋合作伙伴啦。咁樣咧鄰近市場咧，咁通常咧就係講緊你嘅運輸會唔會好啲啊？你嘅運輸好啲嘅話，咁啊鄰近市場都可以快啲賣出去啦。咁所以二係一定關事㗎。OK， 二係一定關事㗎。咁跟住啦除咗我哋話賣個製品之外啦，咁我哋可以吸引埋啲商戶過嚟傾生意啦。咁所以咧二都係關事㗎。OK， 咁啊跟住咯，其他都唔太關事啦。咁跟住電信同埋呢個運輸啦，運輸一定要填二啦，係咪先嚇？咁啊所以咧二一定要填。OK， 二一定要填。咁所以咧，基本上啦，八答嘅答案咧，你可以話啦係呢一個政府政策啦，你要記咗佢啦。OK， 政府政策呢啲 point 要記咗佢啦。然之後第二樣嘢就係咧，要記咗個獲取勞工都係比較可以對翻上邊嘅呢啲啦。因為點解我要咁強調咧？因為佢成日咧就會叫你咧將個區位因素同埋上面嘅特點去到做配對。OK， 咁所以咧一定要記得。OK，DBQ。DBQ 啊 ，sorry，DBQ 就通常咧就會考呢一啲有地圖嘅 ，OK 有地圖嘅，但係 essay 咧 ，OK essay 咧就唔會俾地圖嚟噶嘛，淨係俾兩條嘅題目嚟緊啫嘛，係咪先？咁所以咧就請你要留意啦 ，OK essay 嘅話呢一啲嘢咧係要背噶。OK，DBQ 嘅話咧，其實你上邊嘅呢堆嘢 ，OK， 成堆嘅上面嘅呢堆嘢啦 ，OK， 呢一堆，你可以點樣咧？你可以咧背背少少右手邊嗰啲 ，OK， 但係你基本上可以從個地圖上面揾翻出嚟嘅 ，OK， 得唔得？咁所以咧，矽谷考到爛噶啦，佢會開始考一啲新嘅地方 ，OK， 例如就好似我哋啱啱先所講啦，下面嘅位置就係波士頓。OK， 波士頓呢啲咁嘅位置，佢會開始考噶啦。OK， 咁我哋下一堂咧就會繼續去到講埋嗰個嘅生產部分。OK， 生產廠房嘅嗰個成熟期嘅部分。OK，